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1，带去大家去新闻，我是柯兴竹。所以咱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这份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日头西南风，早起的时中南部沿海会落短暂阵雨，今仔过昼是伫西半部和东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雷公雨。今仔日时的时，有关是感觉真烧热。各地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拢有32度至35度。乡亲总共有要出门，一定爱做好早日，嘛爱加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另外，今仔日伫新竹以北，也有东南部沿海较空旷所在，可能拢会透强阵风，乡亲爱细致。顶一站凯比风台到位的时，拄好是菱角鸟的生炭期。高雄美浓湖的菱角鸟生炭地，因为未堪迄大风雨拢引起。当地志工就记录到菱角鸟阿爸伫做风台的时保护卵的过程，也毋过也是有2个鸟仔收保去，有2-3只鸟仔囝找无，加在有10个收拢好好，拢有留落来。天顶落大雨，菱角鸟阿爸收转来看鸟仔收的卵，看到伊正着急，想要把收固定好势，想袂到鸟收甲卵拢豆豆啊沉落去，落尾袂堪伫风雨规个沉底，志工看了是真毋甘。伊就是讲一直沉落，爸爸就想要去补迄个草材，毋过伊的身躯徛起嚟了后，煞佫沉落，因为佫较重嘛，伊就遮毋知要安怎才好，到尾伊嘛是跳起嚟，佫伫遐。捞蛋啊！透过摄影机才通看到做风台时阵，菱角鸟阿爸保护鸟仔卵的辛苦。当时美浓湖的水拢溢出来，致使菱角鸟的栖地嘛淹水。毋过嘛是有某的菱角鸟伫风台期间连续生4粒卵，到搭犹原无放弃。工作站统计，风台进前总共有12个菱角鸟的收，有2个收拢淹去。另外，阁有2-3只鸟仔囝，到搭是无看到影。一寡菱角鸟的幼囝。因拄搭出事，拄着风台，就真正无去啊！因为风台了后，阮有去找，找无。即个美浓嘛是风台重灾区，志工表示讲，过去美浓湖有60公顷有止洪的效果，毋过因为开发，致使规个湖剩20公頃。当地毋茫呼吁菱角鸟，嘛会当重视南马地止洪的效果。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长杜英泰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伊是表示，台湾虽然是计划讲要伫2025年来实现非核家园的目标，也搁未来也是会当甲核电列入讨论。因为咱台湾要发展人工智慧，要发展半导体产业，这用电的需求拢会增加。杜英泰就表示，台湾有可能伫2030年来重新考虑用核电。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对今日开始有多项新制度要开始实施，包括提供14岁至45岁每一个人有3届免费的心理咨询，健保一年会投入20亿来扩大给予灵骨性肌肉萎缩症的用药。另外，搁要放领出海90日以上的远洋渔船，也是国际航线的船员，会当申请领慢性病的药仔量，也搁有要提供手机视讯翻译的服务，卖伫今仔日开始上线。来看联合报，台北市艋舺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李金山顶个月退休，也毋过因那亲像是涉嫌去协助防指控骗人投资诈骗金额达到2000万的后生，替伊后生去查被害人的个人资料，去处理金钱的纠纷。苏联要检方约谈李金山和伊的太太和伊的后生，全拢依法上班。另外，要掠色情的网站创意书房，即马阁有新的发展。这是警方去查到买卖色情影片的有116个人，内底有老师、有警察，阁有科技业的员工。嘛，发现有一个姓黄的嫌犯，赚到的钱因为本卖平，尾伊退出了后，归去家己出来经营，用同款的手法咧赚钱，有要到100个查某囡仔受害。警方约谈已经超过330人。几落个查甫人被拘提，刑警伫咧2边介护。警方2波行动总共掠到116人，拢是涉及非法的色情论坛，甲创意书房有关系。上游的干部有处理不法金流，还有制作浮水印的助理。那创意私房的中游则是卖家，这些卖家用诱骗或者是偷拍的方式来制造儿少性影像，其中下游的买家也是犯罪行为。
被抓到的200人，每人有105人，自老师、警察、公务员拢有，尤其是做科技业的占大多数。另外，这边8个人涉嫌诱骗或者是偷袭离校性倾向，要8人被抓。有认罪吗？当初会发生创意书房案件，就是自艺人黄子佼被控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倾向开始，专案就一直扩大，卫生部也甲论断封网。但是警方调查发现，主嫌犯加助理3个人负责校房业务，因朴水银虽然被封网了，依然是继续营业，经手的不法金流超过2000万。关键的幕后首脑，也就是站长老马，是藏伫咧境外，也未抓到。警方这边对查创意书房案件，又阁查到案外案，有一个姓黄的主嫌犯，因为对利益分配不满，提出论断家己做，自 SCP 群组出发，也就是进行定行社会代办N号房事件，锁定未成年的少女，讲翕相有钱通趁。骗人翕一寡性私密的影像，有86个人受害。群组被查到了，今年初又搁伫咧Telegram设新的群组 OAT， 用类似手法犯案。在17个县市，我们出动了600人次的警力，总共有320位这个影片的买家到案。涉这个新群组的嫌犯，就是最近伫咧新北市邦桥自楼顶下来姓林的男子。警方这边的搜查行动，自每个人到管理者，查到超过330人。非法的论断虽然被抓到，不过各种群组也是四过伫咧传信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花莲关南区有一间柑仔店的头家，对民国110年到113年这3年的时间，几若届去蒙古校查甫囡仔的身躯，受害者大约有20多人。校方发现了后，已经赶紧通报，即马要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的程序来处理，卖对受害学生囡仔做心理辅导。花莲有某高中女学生被女刑时，甲老师讲，过小期间保护花莲关南区某一个杂货店的头家性骚扰，校方向学生所读的国小来通报，发现有20外女学生受害，随即来进行校安通报，并且向教育处来通报。他去买东西的时候，老板会拿那个尺戳他的胸部的位置。接到通报后，马上安排时间在6月24号到达当地那来做这个性骚扰防治的社区宣导。那这个部分我们有结合了警政、教育跟我们社政那希望能够这个家长能够有知道事实以后呢，能够来做报案。社会处派人到部落去宣导，也随通知警方协助处理。根据了解，这间杂货店也卖薰卖酒给青少年。虽然派出所也有去宣导，不过依然无完全来改善。加上社区真侪家庭拢有声效，所以讲真侪家长也无愿意听破面行这个法律路径，也让受害囡仔感觉真有压力。毕竟我们跟那个老板是有账上的问题。就是欠账的问题而已。他有这样跟你讲，叫你赶快还钱？目前是没有，他就跟我说叫我老公撤报。担心说这些小孩子渐渐懂事以后，这件事情对他在他的人格形成的过程里面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陌生人有随意触碰身体的状况，请不要担心及畏惧，请立即向学校及派出所反映。经过警方调查了解，110年到113年中间有侪名被害少女遭受强制模范，嫌犯到案了也拢有承认，依照涉嫌强制模范甲违反儿童少年权益保障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请在代表哈马斯组织伫国际上出名的哈尼亚，31日时传出伊伫伊朗的首都红台市的消息。死者除了伊，还有伊的保镖，伊是去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即马伊朗政府和哈马斯拢已经证实这项消息，嘛拢指控讲是以色列用空袭的方式来甲攻击。包含这边卫队在内，伊朗政府机构加哈马斯组织，因讲同一时间发布哈尼亚无实新闻的消息，并且将这目标指向以色列，讲以色列空袭德黑兰的哈尼亚大所在，造成伊甲一个保镖死亡。不过伊朗方面并无说明哈尼亚无实家庭，只是讲也伫咧调查中。现年62岁哈尼亚是加沙在地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二代。学生的时代就真做穆斯林兄弟会伫大学的代表，积极参与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运动。
1997年，哈尼亚加做当时哈马斯创办人亚辛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开始来领导哈马斯。甲约旦河西岸的法塔组织有相关的地位，来争夺整个巴勒斯坦领导地位。随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最摆爆发老会冲突，哈马斯伫巴勒斯坦声望慢慢超过法塔。虽然哈尼亚伫内外因素之下被迫所往卡达去住，也不过伊愿意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对哈马斯来发号命令，也最摆代表哈马斯出现伫各种的外交场合。第五是哈马斯代表人物，包含伫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恐怖攻击，引发加沙战争了后，哈尼亚相关代表哈马斯伫各种外交协调场合来讲话。وإن أي مرونة نبديها في التفاوض حرصا على دماء شعبنا ولوضع حد لآلامه الكبيرة وتضحياته الجسام في 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وحشية ضده يوازيها استعداد للدفاع عن شعبنا。对着恐怖攻击，也有随之而来的加沙战争，国际法庭伫今年5月发出逮捕令。伫外界真关心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外，哈尼亚相关被控牵涉战争罪甲反人道罪行。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另外，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结果出来呀，马杜罗连任，也不过这个结果是引起争议，包括联合国、美国、拉丁美洲真侪国家，即马拢要求讲爱公开算票的过程，若秘鲁甚至是表态认为是马杜罗的对手选赢。马杜罗30日时宣布和秘鲁断交。因若反对派嘛强调讲，其实因是摕到7成以上的选票，因选赢。所以即马因国家的示威行动是愈舞愈大，示威的民众和警方嘛发生冲突。委内瑞拉示威者伫真侪城市杀到以故强人总统查韦兹的雕像，抗议伊的接班人马杜罗伫亲信组成的中选会帮助伊赢第3个总统任期。首都卡拉卡斯30再出现抗议行动，要求改正选举结果，确认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斯才是下一任的总统。电幕警察用催泪瓦斯加少年庆忌赶人，搁逮捕700多人。冲突造成真侪人死亡。国际对这场选举的公正透明，一直质疑。联合国、美国加拉丁美洲真侪国家，包括巴西总统卢拉，拢公开呼吁委内瑞拉都要公开计票的详情，比如表态承认贡萨雷斯才是赢总统大选，搁调回自美国大赛。委内瑞拉30就宣布加秘鲁断交，反对派嘛无伫退让，互人禁止参选的总统马查多，加代替伊的候选人贡萨雷斯，带几落千的支持者继续上街头，讲因已经得到7成以上票数，压倒性胜利，甲选举前真项民调的结果同款，要求马杜罗爱认输。Señores de la Fuerza Armada, no hay razón alguna para reprimi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目前马杜罗也是有军警甲司法体系天意，以下令隔天开始伫全国各地加强巡逻，并对拥护者讲，反对派是右派恐怖分子。国防部长国家抗议活动讲是政变。网络顶已经出现抢票影片，显示贡萨雷斯伫每一站拢领先，结局却是倒饼。利用西班牙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菲格拉，呼吁国际社会追究选举舞弊，加强对马杜罗的压力。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也伫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都市，有嫌犯冲入去舞蹈教室内底，杀死3个囡仔，阁有11个人受伤。有人即摆就伫社群媒体、社群网站顶头也讲，这个嫌犯和伊斯兰教有关系，这是引起街头示威，嘛造成因有39个警察受伤。几落成为少斯普特的居民，3伫咧市中心的广场，默哀追悼3位年纪分别7个人、6岁、7岁、9岁被害女童。首相史凯尔甲内政大臣古博也拢到案发现场献花致哀。不过，伫咧追悼活动结束了，才无到几点钟，少斯普特街仔路就出现暴力示威。
差不多100多位牧徒大声喊着反穆斯林的口号，甲基督团体保卫英国联盟领导人汤米·罗宾森的名，向警方弹玻璃杆装啊架，放火烧清真寺警车，破坏商店。过程中造成39位警察受伤，其中8个人伤势严重。因为场面失去控制，警方正罕见地引用《维护公共秩序法》第60条，在当地启动24点钟的盘查行动，也就是到30日暗时8点之前，警方会当对任何可疑的人士检查来检查。邵斯波特这件造成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野刀杀人事件，在这个凶险的身份甲背景，有线人士伫咧社群媒体发布假消息，讲这是甲伊斯兰有关。英国卫报讲，自由派英国解决党一位支持者，也是社群媒体网所发布的相关影片，就被讲80万的点阅率。也内政大臣保守党的科维利3日伫咧国会，希望民众莫伫咧社群媒体分享这件攻击案的错误资讯，加深受害者甲家属的悲痛。内政大臣古博也赞成。I agree with him too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because we do need to recognise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taking place on social media that go against their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ir commitments as well. They ne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In Southport, the haters aren't going to win. They won't win here. 在案发了后，警方以涉嫌谋杀加谋杀未遂逮捕的17个青少年，父母来自卢安达，伊是伫咧威尔斯卡蒂夫出世。2013年报告邵斯波特，警方表示网络顶传的各种有关嫌犯的姓名、背景资讯拢无正确，希望大家伫咧调查进行的期间，莫阁乱传资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今仔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哈马斯的头人哈尼亚伫伊朗互以色列攻击死亡，媒体报讲，伊朗即马下令对以色列要进行报复性的攻击，即马造成国际上的忧价今仔日拢起。巴西甚至佫发出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会阻碍中东的稳定，对解决以下的战争并无帮助。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已经宣布利率无要震动，嘛暗示讲准讲通货膨胀的会当降温，可能对9月份开始就会放量货币政策。美国的股市受到鼓励，主要的指数今仔日拢收红。来看为着要预防北韩用无人机去攻击南韩，南韩的国防部是公开因攻击无人机的雷射设备，按算年底进前，南韩的军方就会开始使用，会透过追踪路线，甲北韩的无人机拍落来。来关心大巨蛋当时会当办演唱会，真侪人拢真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讲，目前按算8月中，准讲消防检查、消防设备和演练审查拢有通过，上紧9月份大巨蛋的场地就会当开始准备。若是准备好势，10月份大巨蛋就会当办双十晚会。大巨蛋什么时阵会当办演唱会？大家关心。台北市长邱万安再去表示，目前预定8月中，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就会完成相关的检查，也有各项演练。若审查通过，上紧9月，大巨蛋的场地就会当准备好。目前确定10月大巨蛋就会当办双十晚会。那只要审查通过，那8月完成，我想最快9月大巨蛋的场地是 ready 的。那当然，我了解办演唱会，它办会需要3个月左右的筹备期，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在10月份，我们在大巨蛋就会举办国庆晚会。台北市政府已经向内政部确认，大巨蛋举行非体育赛事，无适用建筑技术规则、建筑设计时间第127条，透过性能审查验证，并符合台北市大型军事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就当举办演唱会加大型军事活动，当然嘛包括双十晚会。不过双十晚会是不是会伫大巨蛋举办？官方局表示，会看后续大巨蛋确定会当举办非体育赛事等临时性活动了后，依照规定办理申请使用。国庆晚会考量天后，以室内场馆优先，目前以台北大巨蛋为首选，备案为台大体育馆。另外，国庆晚会规划在10月5号办理，目前标案正上网公告中。针对大巨蛋消防安全验证制度，阮雄表示，30已经进行自卫消防编组应变能力的验证，包含指挥官在内，隆重出动92个同仁参与，伫国楼站进行演练。后续原来配合并尊重环职机关的作业，机台一旦赶紧符合各界期待。
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真侪人关心的议题，这是高铁要顺长到屏东。除了自资本讲要对左营起到屏东，即马是无排除伫中央阁要设一站高雄站，再个顺长到屏东。按算年底敢会有高雄站就有答案。即马交通部长李明干是解释讲，其实上早规划高雄是有2站，包括左营站和高雄站。未来若是要去高雄站，规模一定会比台中站还阁较大，而且会地下化。也阁有交通部长李明干，阁有提出伊的想法，就是看这高铁敢要对屏东阁顺长到台东，啊，毋过这部分阁要评估。针对高铁的路线，交通部长李明干是对外展出上新的规划，强调高铁伫高雄上早是规划有2站，包括左营站和高雄站，而且高雄站的设置会比台中站规模阁较大，阁是地下化的车头，消息嘛引起民众讨论。目的地主要还是到屏东嘛，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增加一个高雄，就是左营直接到屏东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在那边再增加一站的话，可以看能不能带动那边的经济。民众对高铁高雄站的看法是完全无同。根据了解，本地高铁路线的规划是对左营站延伸到屏东站，即马嘛阁要评估，无排除对左营站往南延伸到高雄市区，另外设高雄站阁延伸到屏东。李明安甚至但出高铁对屏东延伸到台东。台东的部分，这个因为还没有启动相关的可行性评估，还有路线的选择，所以这个部分工法目前都还要再做进一步评估才能确定。整个可行性研究都还没有开始做，包含你要怎么选这个路线，你要如何去穿越中央山脉，目前一个比较未知的状态。这是高铁未来的路线，到底会照原本的左营方案，还是高雄方案，拢会到年底才会定案。不过专家认为讲，不管是对一个方案，拢会评估工程好做歹做、宽屏的问题和财务的可行性，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因为左营的作为主站，它的周遭的这个地形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它可能容纳作为调整的主站会比较合适。高雄的话，因为它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必须要做一个更完整的评估。高铁延伸到屏东的路线已经承诺到台东的可能性，李明干嘛承诺讲，在任内会启动评估。不过学者认为讲，高铁东沿的路人有限，桥的关价差阁真大，所以政府嘛是要考虑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才袂伤害生态，也是水土保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指控咱的渔船爬过界去掠鱼，靠亚所有渔船复兴号，咱有纳150万只票了后，即马渔船已经驶转来人澎澳，船顶8个人拢平安。毋过这只船风浪甲密密冒冒，到底过程中是发生什么代志，阁爱调查。渔船登到南方澳渔港了，海巡随定船检查，所有只渔船复兴号，敢若是伫台湾河渔界线以外5海里的所在，和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定船检查，船甲船顶8个人拢被扣留。船身破一空，结果受损严重。渔民讲是和日本的公务船对撞，到即马一个惊。渔民纳150万日元，差不多代表32万5千股的担保金了，则被绑带。伫海巡的介护下，31个平安登到南方澳渔港，人员拢正平安。所区议会也到场关心，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日本沟通，就算要执法，也无应该用弄急的方式。希望未来的话，应该坐下来，大家来根据这些的作业的方式来，大家来做有效的协调。第二方面，不应该用这样撞击的方式，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船体的部分的话，我们要经过搜证，我们才会知道说它状况如何。经讲渔船甲船员发生意外，南方海巡队派渔人员也个警艇介护渔船转来。因若南方的渔船是毋是有外界，也个渔船受损的金额，也个理赔的问题，目前海巡队也个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咱来关心台北的内湖有一间卖凉面的店头，传出亲像是食物中毒，因为有4个民众去食抓了后开始走北，骨吐骨流。卫生局有去稽查，发现有3项欠点，要求业者8月初7进前爱改善。就是这间伫台北市内湖铁厝凉面店，30传出有4个人客食完鸡肉丝凉面了后，发现胃吐、甲落瀉以及腹肚痛，好亲像食物中毒的现象。头家娘是讲凉面拢是现煮的，怀疑热天天气烧热，铁厝温度高，真有可能是鸡肉丝保存不良出问题。它出问题是鸡丝的部分，应该是保存不当。
因为我这边很热嘛。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隔工到这间店进行稽查，查到无人员的体检资料，业啊挂伫壁顶的公路顶悬，电视风外强真垃圾无清气，还有油污等3项卫生缺失。另外，现场抽验一件随会当食的凉面加环境员工手的4项检体，检验结果上近2礼拜后公布。以限期8月7日前改善完竣，几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凉面，如果说你放在室温放很久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夏天的话，就可能会受到环境中的病原菌污染，那民众吃下肚的话，就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动物专家提醒，伫外口食，无论是便当还是凉面，尽量伫1点钟来食完，避免食物放伫室温上久，产生细菌。卫生局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生食物中毒的事件，爱伫第一时间通报，并去病院就医，方便医师判断，协助采样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伊拉伫台中是有民众伫网络顶悬写讲，伊去连锁的火锅店包顿去食，验过酱料拍开开的时，才发现内底有加大的尸体。业者表示，因确实有接到卫生局的通知，要求爱加强卫生管理。中华关卫生局嘛有去稽查这做酱料的工厂，要求厂商爱限期改善。甲这酱料包拍开，正想要揾物件食，结果接啊接，敢若接出一个加大室，互伊一时拢无胃口，叫要吐出来。民众伫网络上讲，3日暗时11点外，一点连锁火锅店的火锅要来食，确实发现酱料包内底物件，敢若亲像是加沙。在他们的店里面吃有这种的那个状况的话，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想要再来第2次了吧。民众讲，虽然毋是火锅有问题，不过相关对这个卫生感觉会惊。实际上来到台中市中区这间店面，铁门是扭来，因为总公司是向消费者下设的，除了配合卫生局稽查，也正伫调查这酱料厂商生产的过程到底是倒位出问题。暂时停工，然后我们会等卫生局给我们一个可以复工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这个实案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会做整个一个详细的评估，我们再来看后面怎么样处理。台中市食安所已经介入调查，酱料包是由中华园林的工厂代工来生产的，已经转通知中华关卫生局。也来中华关卫生局稽查人员也去稽查，厂商讲就已经停机来消毒，也加全国工艺配合的产品来改做回收。我们不会去推卸责任啦，我们第一时间把它先收回。那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规定，我们的食品业者应该要实施有效的一个防病媒措施，那避免发现有病媒或相关的一个出没的痕迹，那而且要落实环境定期的一个清消跟制程卫生的管理。中华关卫生局讲，除了爱确认厂商的制定，嘛爱调查卫生管理是毋是有疏失。那确认违反这个规定，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警方宣布有抓到咱国内上大的电子私分厂，伊是涉嫌和6个泰国人合作对中国进口原料来加工。网站是设伫国外，民众会当透过网站来买卖。也那警方嘛查扣市值超过1亿的成品和原料。查缉人员入去这间厂房，内底拢是混油的成品甲半成品，敢若清点就真够工。那个好像是包装，这都是包装。货架顶悬有各种口味的混油，另外一区拢是原料甲来路不明的旁证。警方去年底锁定姓张和姓李的这对男女朋友，因涉嫌透过海运为中国进口尼古丁含几若种口味的旁证，佮加入其他化合物，了后注入电子分段或者是混油补充罐，再佮透过外国的网站提供民众注文。我国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及使用。最高可处5000万元罚锾，即便单纯使用电子烟，亦可处新台币2000至1万元罚锾。为逃避追查，主嫌佮另外6个泰国籍的查某人，伫台中市区设3大电子分工厂。警方今年5月下旬出动2人，查扣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市值超过1亿。警方依照违反药事法、税关稽查法甲洗钱防制法上班。
违反烟害防治法的部分，而且起负卫生局裁罚。医师提醒，使用电子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化学物质呢，它也有致癌的风险，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重金属，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肾心肺脑里面，会造成我们长期的危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话，我们脑神经的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全。医师表示，电子烟大尼古丁成分平均分是关数倍到数十倍，而且会造成厌烟、依赖，尤其对少年人的心血功能损害是搁较大。记者台中报道。也伫台北市市民大道头中道，受乌多摆家己烧起来，去烧到边仔的白驾车。警消接到报案，赶紧去拍火。初步即马是检判讲，应该是乌多摆椅子的下骹车厢内底有放锂电池，头中道拍甲伤烧，才规个导火倒起来。中道一台乌多摆停伫人行道的停车格，先是忽然间呛乌烟，后一秒竟然直接导火烧，火势一个无法度控制，阁烧到边仔的乌多摆，结果规排的乌多摆拢烧起来。台北市市民大道31中道传出火灾，有乌多摆技术家己导火，警消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要甲火势拍花。至少有8台乌多摆烧起来，严重的是烧到臭火焦，干那剩骨架尔。现场拢是烧塑胶的臭味，有受害车主到现场看到规个戆面，才停几点钟尔，伊的车就烧到密密麻麻。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车我一定放弃了啊！涂骹有落几啊粒锂电池，火调科采证调查，初步研判应该是乌多摆车厢内的锂电池过热才导火。警方嘛调查导火这台车的车主，对方讲这台车在5当前因为旧的电池歹去，就家己去买锂电池来装。有乌多摆行的头家讲，乌多摆大多数拢用盐酸电池，无啥可能因为天气烧热就烧起来。这种铅酸电池的时候啊，从来没有说，这样会自燃的了，大部分都是，车子啊。老旧啦，或者是说，它线路啊有破损，才会有这种情形。那之所以会烧起来，可能第一个是电解液发生了一些变化，或是电池受到串击碰撞，可能用到劣质的电池，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有化学老师嘛分析讲，有可能是电池的品质出问题，还是风弄掉，才会导火烧。不过详细导火的原因，阁要等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和平公园内底脚踏车道，真侪人为着要赶时间，拢会甲乌多摆直接骑入去。那即马新北市政府根据统计，讲今年顶半年违规有掠着要挖1500件，这是比去年同期加码300件。为着要保护民众的安全，新北市政府嘛宣布，对今仔日开始，会伫树林、泸州、淡水和汐止，佮加设科技执法，要来掠违规走入去内底的轿车和乌多摆。和平公园内面告示牌顶悬有写禁止汽车、乌多摆会使入去脚踏车道内面，但是不时有民众为着要抢时间，无顾告示牌提起，直接将乌多摆骑入去，造成骑脚踏车的民众甲运动的民众拢真危险。新北市政府宣布，对8月份开始，伫和平公园的脚踏车道有增加6个所在有科技执法来处理违规的车辆。我觉得明天有那个科技执法，我觉得还不错。晚上可能在这边走的话，或者是运动的那些人也会比较安全啦。就是没有，基本上都是脚踏车骑这条啊。我觉得设这个蛮不合理的，就是有点浪费钱，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摩托车会骑进来，大家都是骑马路。为着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新北市高潭地工程管理处表示，对去年9月份开始，陆续有19个科技执法摄影机来掠违规。根据统计，113年顶半年就有1492件违规事件，比去年加出300件的违规罚单。那截至今年的6月份我们目前已经开单告发了约1492件了，那较去年平均增加了约50件。那我们今年增加6处科技执法的点是为了让运动的民众及身障的朋友可以更无障碍及安全的通行园区。8月初一开始，分别会伫树林、泸州、淡水、汐止，各会增加6位科技执法落单。高潭处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定，若只罚单上济会罚900块的罚金。记者阿选曾俊佑新北报道。
过去呢，中华鹿港有真侪文人雅士因聚会的时，拢会啉茶、吟诗、配糕仔饼，用米含糖做出来的红干糕，因为材料较稀罕，较早拢是好家人才有得食的。即阵地方的文书团体就举办体验活动，互民众伫鹿港来体验老家听历史，体验安怎做红干糕，来了解8年前鹿港人的生活。一块一块形体若像目睭的糕仔饼，是鹿港特有的红干糕。鹿港伫100多年前是真佳雅的贸易港口，毋但是经济重镇，文风嘛真兴。这些文人聚会、啉茶、吟诗的时阵，拢会配糕仔饼，所以发明出红干糕。因为咱鹿港较早时代是算是足繁华的所在，较早会算高贵人家，也是有钱人。因为食物件是希望优雅，希望一喙食落去，但是佫袂迄落去夹着安尼啊，所以才发明这种足油的入口即化的糕点安尼啊。红干糕的材料是糯米粉、米粉、白糖、甲油，这个原物料伫当年来讲算是落重本。为着互民众了解过去鹿港人的食米，地方团体举办体验活动，互民众动手做红干糕。红干糕嘛是咱鹿港较早好野人咧食的点心，因为较早物资较无遐济，所以你会使用米甲糖做点心，是有钱人才食会起。以前的清朝，搁到日本时代，大家人的食米啊，搁无啥共款。啊，今个做这红烟糕的时阵啊，个米来个磨做粉。啊，伫以前好野人会当食到这款物件的时阵，是遮尔啊珍贵，遮尔啊无简单。主办单位表示，为食食文化会当看出一个所在历史。过去真稀罕的红干糕，即阵已经是真时尚的食物。望透过体验活动，互民众熟悉传统糕仔饼的发展，佫通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有26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是33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